3月28號星期六呢段片會同大家睇睇主要美股指數期貨一啲嘅熱門美股、貴金屬、加密貨幣、能源期貨同埋一啲外匯嘅走勢。先有個免責聲明，本片內容純屬經驗分享同埋教學內容，唔會構成任何買賣建議。投資者入市之前記緊留意清楚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先睇第一張圖，嗰個美國國庫債券嘅走勢啦，下邊嗰個3個月嘅息口啦，咁見到咧，禮拜五、禮拜四呢係跌嘅，不過咧係貼住個20天線、50天線嚟好行。短線嘅息口咧，可能都要受聯儲局影響啦。但係上邊嗰張咧就係呢個10年期國庫債券嘅息口嘅走勢，咁見到咧枕住都係咧向上行緊嘅，反映咧中長線嗰個市場對通脹嘅憂慮咧仲係非常之強嘅。所以導致連續有多隻美股咧，同埋啲指數期貨咧，都係跌穿咗咧200天平均線呢個長期嘅牛熊分界線嘅。好啦，我哋咧逐隻去睇一睇啦。先睇呢個道指期貨跌穿咗45,500點。咁上個禮拜跌穿咗200天線之後咧，做一個 pullback 啦，咁去到200天線嗰啲位咧頂住咗嘅。跟住禮拜五咧就跌穿咗45,500呢支持位，下一個大啲嘅支持位咧落到去43,000嘅。留意嗰個下邊個 RSI 嗰個指標啦，短線咧有背馳出現，傾向於咧唔會預期有一個好單邊嘅股災式嘅啲跌市啦。咁啊呢啲嘅情況咧唔會話咁容易見到嘅。尤其是發出嚟咪好容易碰到呢啲事咧，就會 chicken out 啦嚇，咁啊有啲新嘅故事出嚟嘅可能又會，所以見到佢可能咧都係沿翻今年2月到而家嗰個下跌嘅情況，咁跌一跌，跟住咧反彈上翻上去，可能等個220天線落嚟，咁跟住跌一跌，跟住然之後先至又向下邊咧做一啲短期嘅新低，咁啊叫做係矮仔落樓梯咁樣下跌方法啦。大啲嘅支持位43,000，上邊阻力位45,500，同埋咧200天線、20天線47,000呢啲位咧，應該就非常之大阻力啦。標準普爾500指數期貨跌穿咗6,500點嘅支持位啦，亦都係上個禮拜咧喺200天線呢啲咧碰到阻力。咁啊嚟緊呢短時間咧，20天線都會跌穿200天線噶啦。下邊大啲嘅支持位咧，呢個6,160點同道指期貨一樣啦。咁啊喺隻落樓梯嘅下跌方式。做一啲新低，跟住反彈翻上去，跟住咧又再向下跌。預期都要過埋4月份咧，先至有啲比較明顯啲嘅反彈啦。納斯達克指數期貨跌穿咗24,000支持位，下個支持位咧睇呢個22,500點啦。阻力響24,000到24,500呢一個區間。恒生指數期貨由上個月開始咧，其實枕住咧，大部分時候都喺200天線之下啦。短期咧，甚至受20天線影響，一路向下壓住嘅。估計有機會短線有個反彈啦，可能去到20天線，或者甚至高少少，掂一掂200天線，跟住咧再向下沉底嘅。支持位短線睇24,000點同埋23,000點，阻力位咧響25,000到呢個26,000之間。睇睇個別美股嘅走勢，蘋果叫做比較強噶啦，收市嘅時候咧都仲叫做企到響200天線之上，不過咧見到個大市嘅走勢咧，咁似乎咧後市跌穿機會都非常之大啦。下邊支持位240同埋220，反彈嘅阻力20天線、50天線啦，響255蚊、260蚊呢啲嘅水位。Amazon由2月開始咧，枕住都喺200天線底下嚟到運行嘅，咁就呢2個禮拜咧彈到上去20天線咧就碰到阻力，跟住禮拜五咧再跌翻落嚟近期嘅低位，支持位睇190，破位嘅話咧跌得急啲落到去160，反彈阻力咧響210到215蚊之間，留意佢再做新低咧個背馳咧依然係出現嘅。Alphabet跌穿咗呢個20天線之後咧，上個禮拜咧連續5日咧都係收低啊。200天平均線響260蚊附近有少少嘅支持，跌穿咗跟住去是240同埋210，順便反彈阻力300蚊。Meta Platform 由舊年11月開始啦，都係大部分時候壓響200天線之下，禮拜4、5咧再急挫。下邊支持位咧睇480同埋420，反彈嘅阻力580同埋640。微軟今年年頭開始穿咗200天線咧，咁一路咧都要向下行啦。
早少少嘅反彈咧，響20天線咧都碰到阻力，咁就而家短線支持位睇350同埋300蚊，反彈嘅阻力400蚊到410。Netflix 反彈完咗咧，響高位徘徊，阻力位咧響呢個100蚊，同埋升高少少咧200天線響108蚊附近，下邊支持位50天線響88蚊啦，跌穿咗嘅話，你去試翻近期嘅低位約莫76蚊。Nvidia 上個禮拜咧跌穿咗200天平均線之後咧，嘗試反彈啦，咁啊200天線、20天線咧形成咗一個好強嘅阻力，跟住禮拜4、5咧跌穿翻170蚊嘅支持位。如果我哋用近呢半年嘅高位咧，約莫210蚊啦，落到去170呢個大型嘅平台位，咁就如果跌穿170之後又跌翻40蚊嘅話咧，可能有機會試130。有啲140有個水平支持位嘅，長線嘅投資者咧，可能咧睇住呢啲位咧，可能咧可以做一啲初步嘅吸納。Tesla 禮拜5跌穿咗370蚊呢個支持位，呢個亦都係舊年9月開始到而家啦，咁係一個大型嘅頂部嘅支持位。如果拉一啲下降通道嘅話咧，第一個支持位喺330蚊附近啦。如果呢個位都穿嘅話咧，跟住去睇290啊。跌得急啲，可能落到250咧就係大概頂部啦，約莫490蚊附近啦，去翻370蚊。咁啊，如果量度目標咧，就250蚊附近嘅。咁啊，留意住呢啲嘅水位同埋個通道啦。阻力位通道嘅阻力200天線、20天線咧，都係響呢個390到400蚊附近。Palantir 反彈到200天線咧，有阻力，咁啊試咗2次。跟住咧呢個指標做埋頂部持啦，跟住掉頭回落，支持位要試翻之前嘅 support 130蚊啦，反彈阻力都係150到160度嘅啫。如果穿咗130嘅話咧，有機會試100蚊，100蚊都穿嘅話，可能去到70蚊添嘅。小心啲呢隻股票，雖然個基本因素幾好啦，但係短線嘅波幅非常之驚人嘅。好，睇睇外匯。美匯指數跌到落去20天線咧，有支持，禮拜5咧反彈翻上去。阻力位睇100.5同埋102。如果跌穿20天線咧，支持位睇99同埋98。98係50天線、200天線附近呢啲水位嚟嘅。歐羅對美元反彈翻上去1.1650啦，咁咪200天線啊呢啲位咧都喺度頂住咗嘅。後市有機會試翻1.14穿位嘅位，試到1.11。阻力位1.1650同埋1.18。英鎊對美元預期短線咧繼續橫向發展啦，支持位1.32，上邊阻力咧200天線去1.3450附近，跌穿1.32都去試1.3。美元對瑞郎禮拜5升穿咗200天平均線，預期短線響0.7950到0.8050之間上落，闊啲嘅範圍下邊會試到0.78，上邊有機會試0.82。美元對日元，禮拜5收市終於企響1160之上啊！短線仲有少少嘅阻力咧，就響呢個162啦，穿嘅話咧，有機會行到上去170啦。支持位20天平均線同埋呢個50天平均線咧，響156到158之間。美元對加元禮拜4、5都係向上衝嘅，短線阻力1.39破位會上到1.4150嘅。支持位1.38 20天線啦，另外20天、50天咧就集向1.37。澳元對美元0.72試過好多次都上唔到去啦，跟住掉頭回落，做一個大型嘅頂部。0.69嘅係嗰個支持位，咁禮拜5收市咧都穿咗。反彈嘅話咧，20天線、50天線咧響0.7到0.7050之間有阻力。下邊支持位首先睇200天線啦，0.6650，跟住0.64。紐元對美元。200天線形成咗反彈阻力，0.58都穿埋，後市會試0.57同埋呢個0.56反彈嘅阻力0.5850。睇到金價，今日掂一掂200天線之後咧反彈嘅，上個禮拜企喺4004附近嚟到徘徊，支持位4004啦，下邊低少少就4100、3900。水面阻力20天線、50天線響4900蚊，應該係嚟緊呢段時間嘅阻力啦。白銀亦都係挨近200天線附近有支持啦，咁啊支持位睇62同埋60蚊，水面阻力84、92。紐約期油
上落範圍88蚊到102蚊，闊啲嘅範圍77到120。布蘭特原油期貨上落範圍95蚊去到115蚊，闊啲嘅範圍84上到120。佢哋 Bitcoin 依然係橫向上落，未有明顯嘅趨勢。上落範圍睇64,000到76,000，闊啲嘅範圍49,000到85,000。最後睇睇呢個以太幣上落範圍1,800蚊到2,200蚊，闊啲嘅範圍下邊1,000蚊，上邊2,800蚊。好，呢段片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。